同齐来经历上帝伫咱厝内面的恩典。咱这时就特别要为着过去一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谢，感谢上帝看顾，感谢上帝带领。咱嘛特别要为着伫咱当中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包括咱的牧师、牧师娘，咱特别求上帝亲自来看顾。以上帝怜悯、医治的恩典临到伫咱当中，咱只是着同齐开喙来祈祷，请。天堂，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上帝你的看顾，因为上帝你的阳光显明伫上帝你的教会当中。当阮伫主你的面前自责的时阵，阮的心内面有真侪渴慕，因为我仰望上帝。你会当搁较济显出上帝你的疼痛，显出上帝你的大能伫阮的当中。阮特别要为着伫阮当中的兄弟姊妹来仰望你。主，阮感谢你，因为上帝你的看顾，你的恩典，互阮伫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有上帝你济济的祝福，有上帝你济济的疼痛，互阮每一日拢经过，拢平安，互阮每一日拢得到上帝你满满的祝福，互阮甲阮的家庭，拢会当同齐伫当中享受到上帝你所赏赐美善的恩典。阮要伫当中来感谢你，来学了你。特别，阮要将阮所亲爱兄弟姊妹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特别为着牧师、牧师娘来祈祷，求上帝你的看顾、你的恩典，引带带领伫牧师、牧师娘的身体，互因伫当中经历上帝你奇妙的恩典，经历上帝你极大医治疼痛，经历上帝你超自然的大能，要充满伫伊的身躯顶，所有伫当中。奉父囝圣灵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呼求超出上帝你的主，你就伫阮当中来显出上帝你的大能。主，愿学了你，愿仰望你，愿上帝你的疼痛，搁一摆这搁较济显明伫你所疼痛的儿女当中。愿感谢你，敬拜你，疼痛世间人的主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所赏赐的恩典，互阮。甲阮的家庭，咱会当同齐享受到上帝你所赏赐美好的恩典、美好的疼痛。互阮伫当中，阮甲阮的厝内面的人，拢会当同齐自责，拢会当同心来敬拜上帝。主啊，这是何等美善的事！主，阮得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呼求你，愿你的疼痛，愿你的旨意，就伫今仔日主日崇拜当中，搁一摆向阮来显明，互阮的灵。互阮的心灵能向你来拍开，互上帝对你所来属天的喜乐、迄个恩典、迄个疼痛、迄个温暖，都充满伫阮的内面，嘛充满伫阮的家庭的内面。主啊，阮特别要为着阮所亲爱的牧师、牧师娘来祈祷，愿上帝你的疼痛、你的医治的恩典，都充满伫阮当中。互阮知影，阮你所疼痛的仆人，即时身体艰苦，主上帝你就真亲自借着你的恩典、你的大能来充满阮，互阮的心灵就靠你，佮得到快乐，得到刚强。阮感谢你，愿你祝福伫每一个你所疼痛的儿女当中。互阮同心敬拜你，同心领受上帝你美好的恩典。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这时咱就要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咱今仔日的主日崇拜。好，俺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廖牧师前往世界之光圣教会正道，愿上帝赐福，学者侍奉得力。第二，9月20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邀兄弟有留时间参加，做伙为城市启坛守望。第三，台南400守护这个地进入明灯，禁者祈祷行动9月23至27，每暗7點15分至9點半有聯合祈禱會。9月23至25是伫太平境
9月26伫台南圣教会，9月27伫台南灵粮堂，敬邀兄弟一同参加漳州9月25礼拜3祈祷会，将以往参加这个聚会。第4，11月初9上午10点，国家祭坛伫中原大学举行。当日上午6点，伫教会集合坐车，报名费每人是200块，原价是500块，由教会补助300块。请要参加的至招待所登记报名。第5， 11月17礼拜日将举行年度执事改选，请各位兄弟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感谢主，我脚好啊，脚较好，人无好。好，感谢主吼，透早人来甲我问候，啊你脚好啊喂？我有啦，我脚拢真袂歹，拢无故障。但是我伫遮里来宣告讲，上帝要服侍你，我们要向灵界来宣告，靠主得胜。我看牧师都毋捌掉山啦，吼，毋捌遮严重的掉山。你掉山会感觉吼，亲像感冒，有5个症状，反正通通有就对了。即摆可能已经走到迄个病菌的下坡，所以我宣告今天双哥今仔日会阁较好，明仔载就完全好，安尼吼，好，感谢主，咱嘅意愿会当唱歌来敬拜，望伫上帝互咱遮美好的时光当中，咱会当来思考内面的歌词，吼，毋好甲咱唱过尔，是思考在当下里面的这时刻当中。这位上帝，正伫这歌词，甲咱讲什么？好，哈利路亚！咱请咱起立。伫线上的兄弟也甲大家请安，会当做伙来吟唱诗歌，是何等水的代志。当咱的身体也咱到无开力发声啊，各方面就感觉讲会当讲话是偌好的代志。更何况我们可以唱诗歌，哈利路亚，阿门。弟兄不好意思就不用签，不过你弟兄是你的先生，就给他签起来。
好，咱这位牵手来敬拜伊对头来哦，好不好？来，来。大山深山，我已唱歌，路路通通你的阳光。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用感谢你的梦，用恩乐你的意，我梦里感谢来应许，我的后大山深山，我已唱歌，路路通通你的阳光。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大山深山，我已唱歌，路路通通你的阳光。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用感谢你的梦，用爱乐你的意，我梦里感谢来应许，我的后哈利路亚，大山深山，我已唱歌，路路通通你的阳光。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哈利路亚，阿门。上帝，你的名值得阮称颂，阮敬佩你，一切美善对你的百姓，赐了平安，赐了快乐。感谢上帝。阮下面有一个祈祷，在圣别的祈祷当中，阮甲你三千军，靠着主耶稣的保护，阮坦然无惊吓来到你面前。我心事，予我讲了主的事，替了生命这最少，看为着天太平洋，求主我了困求你，将我无悔洗净去，这个生命让我心，我的主。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陈明我们的心事意念。何等美好的时刻，阮通来到主的殿中，将阮的一切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当伫你的圣会内面，愿按天顶来圣灵的能力，天顶来的圣洁，互阮甲你有份。主啊，当阮的心拍开，讲主啊，我愿意圣洁，亲像我的阿爸爸，你就听阮的恳求。感谢你，哈利路亚。有主圣被我愿意，我光辉荣耀主，天有光大圣好因信心快传播，有主我。讲，我阮所讲的荣耀你，你嘛要互阮有圣洁的活命，行踏出上帝人的行为。感谢你听阮的恳求，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来感谢你，你总是用恩典来陪伴，无论是什么境况的当中，无论是身体的软弱，还是心内面底白有真侪事的忧闷，总是我们要伫这里真专心来仰望你。真专心要来支取天顶来的美娘，感谢你用恩典陪伴我。
受上帝对咱恩典的关爱。感谢主，你是甲阮同徛起的主。感谢主，你是永远甲阮同在的主。感谢主，你是施了恩惠的主。感谢主，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跟对你的时阵，上帝，你的看顾，你的引带，一直拢甲阮伫咧，互阮的心，互阮的灵，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互阮的活命就会当搁较济经历上帝你济济疼痛甲恩典，互阮就知影，阮是上帝你所疼痛的囝儿，阮伫主你的内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得到完全的平安。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相信，阮的一生伫上帝你的手中，阮相信，阮愿意用阮的一生来超找你，来跟对你。愿你的疼痛、你的旨意显明伫阮的人生当中，互阮的人生每一天行伫上帝你的恩典的道路当中，直到永永远远。愿感谢你，阿罗你，上赞你的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心用诗篇23篇来宣告：耶和华是咱的牧者，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因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因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现在请坐。继续咱来读启示文。
经文第37篇，我来客兄再来用好的时阵三角来上读。耶和华，你已经监察了我，认捌我。我行路，我倒着，你拢斟酌地查看。我往倒落去来闪避猎灵呢？我若窜到天顶，你伫遐里；我若天开，清早的时鼓，飞到海极徛起。上帝啊，你的意念我何等的宝贵，记述何等的正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看伫我内面有啥物歹所行无？好了，感谢主，阿们。牧师今天去哪里？好，一张发烧几暝哦，都刚才摸摸他身体都还是这样子，盼望也祝福他能够完成神所那个委任的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来做门徒的呼召，请夏伟传道。好，请咱同齐来掀开今仔日的周报第4面，也是咱会当，若是咱有早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咱的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到25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到25节。现着，请咱同心来上读这段经文，请。对迄时阵，耶稣就传起道来，讲：天国近了，恁应当悔改。耶稣伫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2个人，就是迄称作彼得的西门，甲伊的兄弟安德烈，伫海里拍网。因本是掠鱼的。耶稣对因讲：来跟对我，我要叫恁得人亲像得到鱼仔共款。恁就立刻下了网，跟对了伊，对遐往前行，佮看见兄弟2个人，就是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当因的父亲西比泰伫船顶捕网。耶稣就招呼因，因立刻就下了船，别了父亲，跟对了耶稣。耶稣行遍加利利，伫各会堂内面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伊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遐里的人甲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甲受鬼附的、阳痿的、变水的，拢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因。当下有真侪人对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对着伊。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是引带人得到救恩、得到永生的主。当阮立定心志来跟对你的时阵，上帝，你就为阮指出迄条正路、迄条真理的道路。主啊，当阮看到耶稣基督怎样引带伊的门徒，呼召伊的门徒，让阮的心就伫当中。来靠无你，来跟对你，来靠无上帝你的引带，
较无耶稣基督的救恩，较无圣灵的大能力充满伫阮的内面，让阮的心，让阮的灵，伫即个时阵，伫今仔日会知影，会当完全降服伫你的面前，领受上帝你的道，你所指明的道路。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是做门徒的呼召，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是怎样来呼召伊的门徒呢？伊的门徒佫是怎样会当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呢？首先，咱先将咱家己来想，咱古早时咱少年的时，咱佫咧读册的时阵，咱会当来想看觅。咱咧读册的时阵，咱是怎样会当去选择讲哦，我想要读倒一间学校，还是讲我想要去倒一个所在来上班呢？我伫遮来甲大家分享呵，有一寡真吸引人的招生的遮个广告呵，遮个招生的广告是为虾米呢？遮个广告吼，这6点是我去我用迄个。AI 吼去甲伊算出来，就是我得去问迄个 ChatGPT 讲迄个为我设计即个招生广告词，有创意的招生广告词，伊就甲我列出这几个，吼，会当你若是来遮读册，会当安那，诚做你想要拄到的未来，吼，个安那，伊个梦想吼没有极限呐，只有安那起点，就是你来遮就是起点嘛。毋是干那知识尔，是伫遮个会当定心来定义什么是可能，就是原本你看做无可能的，可能伫遮会变做可能。你若会晓未来对即个时刻开始，就会当创造历史。今仔日是起点，但是明仔是无限。你毋只是来学习，阁会当来改变。这是 AI 伫当中所分享的。伫遮毋知。伫咱心内面有看到讲哦，我看到即句话，我就真想要来遮读册无？我看到即句话，我就真想要来遮会当来做工课无？其实伫咱的活命当中，咱会受到什么款代志来吸引呢？这是真正真重要的。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耶稣伊来到伫世间，耶稣第一摆伊来到伫世间，伊诚做人的款式。来到伫世间，伊有伊特别的目的，就是伊要救赎世间人，就是伊要成做迄个救主，伊要来救赎世间人。所以伊目的是为着要上十字架。但是伫上十字架进前呢，伫圣经当中甲咱讲，其实伊对细汉开始，一直到伊成做一个大人，已经成年了后，伊拢总有3年半的时间，伊伫世间咧传道。伊伫传道咧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伫当中，耶稣基督伫世间，伊毋是家己一个人咧服侍，伊需要安那找到一寡人对着伊做伙来服侍。遐个人称作是门徒，遐个人称作是门徒。所以呢，今仔日咱就会当来思考，咱会当怎样会当为着耶稣基督来做一篇招生的广告呢？咱会当。怎样来做一篇招生的广告呢？这本册的名真有意思，伊叫做《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经理读了彼得·杜拉克》。好，这本册真有意思。我过去咧看这本册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咧讲棒球啊，伊是一个小说，但是呢，伊伫当中呢，伊就将迄个日本吼，伊迄个高中棒球吼，拢有咧比迄个。甲子园嘛，甲总远伊的伫甲子园当中，伊的然后为什么这高中吼，这日本的高中吼，这么对甲子园吼，这么有热情啦，这么想要伫当中来比赛啦，所以伊就伫当中，这个主讲吼，就伫当中来讨论讲，有一天伊就咧看到这个彼得·杜拉克的册，彼得·杜拉克是啥物人敢知？就是一个管理学大师啦。所以伊就伫当中就会当设计什么款行销手法，所以伫当中
即个主角伫当中，就有一个结论。啥物结论呢？就是讲吼，若是要互人吼会当礼拜到伫甲子园当中来看棒球。你知影吼？迄甲子园当中咧比的是安那？是高中的棒球哦。高中的棒球吼，其实无真厉害哦，无亲像迄个职业的棒球吼，比了遐尼好看。有时阵吼无一定遐尼好看，但是为虾米日本人遐尼爱看？因为安那？因为伫当中有一个卖点，卖点就是伫即个棒球比赛当中主打的叫做热情啊，热情啊！你着看到真济吼对棒球真有热情的遮个高中生啊，伫当中来比赛啊，对棒球对到规个学校伫当中着真团结，即个学校吼，佮会当组织即个啦啦队，啊，着伫当中来唱迄个加油歌，啊，着伫当中来为因加油。所以规个比赛当中，其实是真热烈的，真所有的人参与伫当中是真热情的。所以因着伫即本册当中着讲到，若是人要入来到伫甲即个甲子园当中来看比赛，咱所应该爱主打的即个卖点叫做热情。好，所以呢，我讲遮是要讲啥物意思呢？就是咱会当想看觅，安尼耶稣基督伊来到伫即个世间，耶稣基督伊的卖点是啥物？伊伫当中伊要主打迄个商品，莫讲商品啦，伊想要互人明白的是啥物呢？其实咱会当来想看觅，耶稣基督若是咱要为耶稣基督来设计一个伊门徒班的即个招生，安尼咱会想看觅，伊要来主打啥物款的物件？其实第一个，耶稣基督伫第一句话，伫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当中的第一句话，就甲咱讲啊。第一句，咱要为耶稣设计的即个招生广告词，叫做“天国已经近了，你爱回转，转来找求真理的道。天国已经近啊，天国已经近啊。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当伊打开始传道的时阵，伊就伫当中分享即句话。耶稣基督讲即句话的背景是安尼：伫马太福音第4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耶稣伫旷野当中受魔鬼的试探了后呢，伊就开始赢过即个魔鬼的试探，伊就开始来传道。伊开始来传道的时阵，迄个时阵，耶稣的另外一个表兄，伊的同工行洗礼约翰，迄个时阵，互希律王掠去关。当伊掠去关的时阵，耶稣就伫加利利开始伊的服侍，并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伫当中的预言。伫当中，耶稣伫当中传讲福音，伫当中传道的第一句话，伊就讲：对迄个时阵开始，耶稣传起道来讲，天国已经近了，恁应当悔改。天国已经近了，恁应当悔改。所以咱爱知影，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他拄仔咱所讲的，伊主打的即个卖点叫做安那？天国，叫做天国。为什么讲天国呢？天国是啥物意思呢？其实对即摆的人来讲吼，咱看到天国可能未想到啥物啦，可能会想讲天堂。但是其实安那，天国甲天堂是无共款的。天堂是人死以后会去的所在，但是天国毋是。天国是安那？天国是上帝的国，是上帝统治掌权，带来公义、和平甲救赎的国度。伫即个国度当中，是完全上帝伫当中咧掌权，无有所有魔鬼会当掌权的所在。所以这叫做上帝国，也是讲天国。天国意思无一定是人死以后会去的所在。天国的意思是，当迄一日，当上帝要完全掌权的迄一日，要来到伫即个世间，迄就是天国。所以耶稣来到伫即个世间，就是咧对人讲，上帝掌权的日子已经要来到啊！
上帝要掌权的日子已经要来到啊，要真紧就要到啊。对即马基督徒来讲，咱看到天国可能无啥物款的感觉，看到耶稣讲天国近了，就想讲哦对啊，耶稣咧讲的就是天国。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天国这个字有完全无同款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迄个时阵的犹太人，因是无有国家的。迄个时阵的犹太人，因的国家犹大国甲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400几年。伫即个400几年当中，因完全无有属伫因的国家，无有属伫因的国家，所以当伊一直咧望有一位叫做弥赛亚来到伫因当中，要来拯救因，要来恢复因的国，就是因的国要伫上帝掌权当中来恢复，来建立一个国家。所以犹太人一直咧等待，就是有一位弥赛亚伫当中来讲，我要来建立上帝的国，安尼因就会要来跟对伊。所以犹太人一直咧等待，当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伊开始讲天国要来啊，迄个时阵，天国即个字对因来讲，就有真大的影响力。因就开始想讲，安尼伊所讲的天国，就是咱望的迄个天国吗？但是毋是，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意思，其实毋是即个属伫地上、属伫世界的国。耶稣基督捌伫约翰福音18章36节当中讲过，上我的国毋是属伫即个世界，但是耶稣基督犹原伫当中一直咧讲，天国已经要来啊！耶稣基督即摆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呼吁所有正人会当悔改，爱悔改才会当入来天国，爱悔改才会当入来天国。所以耶稣基督伫地上一直咧传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无干那是得救的福音。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毋是干那讲你的人生爱相信耶稣，才会当得救安尼尔。毋是耶稣咧讲的，毋是个人，耶稣咧讲的是国家，耶稣咧讲的是规个国要成做上帝国。所以，咱先跳来后壁一经文，就是伫23节到25节，伫当中，耶稣怎样互人经历天国是啥物呢？伫遮，咱就来看耶稣行遍加利利伫各会堂内面，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逐样的病。所以伫当中，加利利附近所有的遮的所在，有叙利亚，有遐的迪加波利，有遐等等的所在，遐的人拢听到耶稣的名声，就知影讲安那哦，伫加利利这个时阵，有一个真出名的律比，真出名的老师。哦，伊伫当中呢，伊传的道吼，真正是足厉害。咱爱做伙来听，并且安那，伊毋是干那传道厉害尔，伊个安那，伊个会当行遮的心量。会当医治人的病，所以真侪人就听到耶稣的名声，就来对着伊。咱可能会看过一寡补习班，会当会用形容互人会当来试听啦，就先试听看卖讲哦，你听我即个课吼，你听了感觉这对你有帮助，你较来报名就好。会有即个试听代表安那？代表即个补习班认为讲哦，因即个老师的课程吼是真正好的，若是人来听吼，一定会真有领受的。所以因就会讲哦，会当互因有即个，互人有试听的即个机会。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其实伊一开始咧做的代志，就是咧安那咧互人试听。迄毋是干那试听天国的福音，是安那，佮会当试讲哦，先大先看到。天国是啥物款？天国是啥物款？就是逐样的病，逐样的所有疾病，拢会当伫天国当中得到医治。因为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国，伫遐完全无有啥物款的悲哀，有啥物款的有啥物款的疼痛，只有上帝伫当中掌权。所以耶稣基督伫当中行遮的行遮的心力，
但是耶稣行新约的目的，毋是为着要互人得到医治安尼尔。伫圣经当中，甲人讲，耶稣基督行这个新约，伊的目的是安那？因为安尼，就有真侪人会当来跟对伊；因为安尼，就有真侪人会当来听伊的讲道。所以，耶稣基督行新约的目的，是为着讲，恁遮受医治的人，你着爱留落来听我讲，听我的讲道，我要将天国的福音甲恁讲。这是耶稣基督一开始招生的这个方法。所以，伊就伫当中，伊就开始伫当中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伫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一直到第7章，就是耶稣基督规篇的讲道，真长篇的讲道，是咧讲到咱所讲的登山宝训。伊就是咧讲天国是啥物款，伫天国内面应该爱有啥物款的文化，爱有啥物款的价值观，咱应该爱怎样会当活出一个天国国民的身份。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耶稣基督就是咧强调一项代志：上帝的国、天国已经近啦，天国已经要来啊！恁是应该爱安那？爱悔改来超找上帝。恁应该爱悔改来超找上帝。所以，若是用这款的观念来放伫这个招生的广告内面，耶稣所要讲的就是：你若是要进入天国，你就爱紧紧来悔改。你就爱紧紧来悔改。悔改是啥物款的意思呢？悔改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讲天国的福音真核心，就是安那人爱悔改。悔改的意思是改变改变原本家己的错误，转往正确的方向来行，这叫做悔改。爱知影讲哦，我过去行的路是毋对的，我爱改变，转往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来行，这叫做悔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伊就是要来呼吁众人讲，认出迄条路是真正通往天国的道路。咱若是要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成做跟对耶稣的人，安尼咱其中上重要的一个咱应该爱做的，就是爱悔改。所以咱若是咧知影讲，人若是要决志信耶稣，其实迄个决志的意思就是安那，承认讲我过去所相信的是错误的，是毋对的。我找到即个正确的道路，我找到即个真理的道路，我爱对着即个道路来行。伫9月份，就是9月初的时阵，咱有机会去开始咧参与伫总会有要设立即个青年委员会。9月初的时阵就咧开会，开即个筹备的会议。咧开即个筹备的会议的时阵，就是伫当中有新教会一寡较少年的牧者伫当中做伙来组织，要来筹备即个青年委员会。伫即个青年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当中，阮就有机会邀请伫中大神学院的陈主任老师伫当中来分享伊圣教会的历史。为什么要分享圣教会的历史呢？因为阮感觉讲，即卖的伫圣教会当中较少年一辈兄弟姊妹，其实对圣教会的历史是真无熟悉的。圣教会的历史，阮感觉我毋知影圣教会是对倒位来，毋知影为什么圣教会叫做圣教会。所以，阮就伫当中来分享圣教会的历史。伫当中呢，有机会我甲大家讲圣教会的历史。但是今仔日呢，我要分享的是，即个陈主任老师伊伫当中分享的，伊用一个比喻来讲。伊讲吼，伊的阿祖是安那信主的呢？因厝内面吼是安那？是伊的阿嬷大成信主。伊阿嬷大成信主了后，阿嬷佫传福音互伊的阿祖，
所以，伫伊咧甲阮分享讲哦，陈主任老师伊阿祖是安那信主的，伊就讲吼，伊阿嬷吼，其实伊无读过啥物册啦，但是吼，伊就是大汉啊，伊就出去做工课去拍拼，伊就去工作了后，伊就有机会相信即个福音。但是伊无读过啥物册，所以当因信耶稣了后，伊要倒转来去传福音，互伊阿祖的时阵，就是即个伊就伫当中要来讲安那，就是即个阿嬷的爸爸嘿，就是迄个阿祖，伊就倒来要传福音的时阵，伊就讲，伊就用一个比喻来讲，就讲吼，你捌即个人无？即个人叫做古早的美国的总统叫做林肯啦。伊就讲吼，即个林肯吼，伊做总统吼，伊上有名做的代志就是安那，就是解放遮的奴隶，遮的黑人。伫迄个时阵，黑人伫美国，佮真做是奴隶的身份。但是呢，即个林肯吼，当伊做总统了后，伊就是安那，伊想要做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伊要解放遮的黑人，无，互因嘛是有人权的，因袂当做奴隶。所以当伊开始有即个解放黑奴宣言，当伊开始发表这篇宣言的时阵，安那，所有伫美国当中，所有原本真做奴隶遮的黑人，完全拢得到赦免，完全拢得到自由。这是啥物意思呢？这个陈老师，这个伊的阿嬷吼，就对伊的阿祖讲啊，讲吼，你原本吼，虽然你无相信，就亲像你安那，你可能毋捌林肯这个人，但是不管你吼捌还是毋捌啦，但是安那，但是这个解放的宣言吼是有效的，就是无管吼你是捌还是毋捌，毋管吼你甲林肯吼是啥物款的关系，但是安那，但是当林肯吼开始发表这个宣言的时阵，这个宣言就是有效的，所有的人。无论你迄个时阵相信还是无相信，所有的黑人伫迄个时阵拢得到自由。伊就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嘛是安尼。你还未相信的时阵，耶稣基督就已经成全这个救恩，就已经完全这个救恩。所以你若是要得到救，你就安那，你就相信就对啊。你就是相信就对，因为这件代志是已经完成啊！你只要是这个国家当中的国民，你唔免做啥物代志，你唔免做啥物代志，你就会当得到自由。这就亲像耶稣基督的救恩共款。咱若是相信耶稣基督，咱成做天国的国民，咱唔免做啥物代志，咱就得到救恩，咱就得到自由。咱就伫罪当中得到逃亡，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伫当中所讲的悔改，有一个上重要的意义，就是过去咱可能唔知影，但是当有一天咱认出讲这条路，就是咱就知影讲，咱早前行的路唔对啊，咱愿意改变过来，咱愿意行伫正路当中。迄就叫做悔改。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伫迄个时阵，就会引带咱进入到伫上帝国。所以伫咱当中，咱会当来知影，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伊的招生，伊上重要的就是呼吁众人爱悔改，呼吁众人爱悔改，回转倒转来超找真理的道路，这才是真正上帝国的道路。第二个部分，咱就继续来看，耶稣来到伫加利利海海边，伊要做啥物款的行动来教伊的学生呢？咱知影耶稣基督的门徒吼，有伫台语的圣经当中翻译做学生。门徒的意思是学生，为什么是学生？学生的意思就是因是对着一个老师，因毋是干那，因毋是。讲伊对着一个人，对着一个教主安尼尔，因对着的是一个老师。
所以耶稣来到伫加利利海海边，伊开始招收伊的学生。首先，伊拄着两个人，就是彼得甲安德烈，因两个人拢是掠鱼的。这个情景其实是咱可能读圣经读过足一摆，咱可能拢真熟悉的情景，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彼得、呼召安德烈伊这个情景。伫路加福音当中有真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今仔日无要分享路加福音，我要分享马太福音，是因为安那？因为伫遮毋是干那讲到彼得甲安德烈两个人安尼尔。伫21节当中，佮讲到耶稣佮拄着两个人，兄弟两个人叫做雅各甲约翰，因两个人嘛是掠鱼的。耶稣基督大声呼召的这四个学生，拢是掠鱼的人。虽然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无亲像路加福音遐尼详细，但是这个代志的发展是共款的，就是耶稣呼召因四个人，后来因四个人拢跟对了耶稣。因四个人原本拢是掠鱼的人，但是掠鱼的人伫当中，耶稣就对因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改变因活命的话。这句话是啥物呢？就是伫19节当中所讲的。耶稣讲，耶稣对因讲：“来跟对我，我要叫恁得着人，亲像得着鱼仔共款。”这个意思，那用较正确的翻译是叫做：“我要互恁成做一个安那得人的渔夫啊，得着人的这个掠鱼的人。”所以伫这当中。翻译做安尼有啥物款的意思呢？意思就是安那，耶稣要对恁讲，恁犹原是掠鱼的人，但是恁将来要得到的，毋是鱼，是人。恁犹原是掠鱼的人，但是恁将来要得到的，毋是鱼，是人。耶稣伫遮甲因讲，伫因的活命当中，恁的活命莫干那为着遮个鱼仔。来努力来打拼，恁应该有更较重要，恁爱努力的代志，就是得到人，毋是干那得到鱼啊。所以这是第二句耶稣的门徒班的招生的广告。你爱放落你的网啊，互你，因为你有更较重要的使命，你有更较重要的使命。对因来讲，对彼得甲安德烈来讲，应该讲对这四个门徒来讲，因所放落来是因的船，是因的网仔。但是对咱来讲，咱若是要来跟对耶稣，咱应该爱放落来是啥物呢？其实咱应该爱放落来，就是放落咱家己，放落咱家己。啥物意思呢？这船，这个网仔代表的意思就是安那，代表的意思就是咱的工课，咱即马所做的工作，咱努力打拼，伫即个时阵，伫咱的生活当中努力打拼，为的是安那，为的是要互家己会当趁钱，互家己，互咱厝内面的人会当得到这个金钱，会当养起咱家己。但是安那。耶稣基督甲人，耶稣基督对因讲的是：你莫阁干那是安那，恁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使命，恁莫阁干那专心伫恁眼前的工作，会当养起家己安尼尔。恁爱看到伫上帝的国内面，有真侪人将要因为因来认捌耶稣，来得到救恩。这才是耶稣基督伫当中爱呼召因更较重要的使命，更较重要的使命，毋是为着恁家己，是为着更较侪的人会当因为恁来认捌耶稣。所以，诚做耶稣的门徒，代表讲，咱应该爱有一个更较远的眼光，就是对上帝国的眼光来看。对上帝国的眼光来看，毋是干那看到咱家己的需要，是爱看到
伫咱身边的人的需要，因会当借着咱来认捌耶稣，因会当借着咱来认捌耶稣。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来看到上帝伫咱当中，耶稣伫咱当中，因是怎样，互咱有即个呼召，互咱看到即个使命，互咱看到上帝，要，互咱看到的咱身边的人，咱周围的人，咱要怎样来引带因认捌上帝无？第三个部分，咱要来看是这门徒对耶稣的回应。马太福音20节甲22节拢讲同款的，因两个人20节讲到彼得甲安德烈，因马上就安那就放杀伊的网仔。马太22节讲，即个雅各甲约翰，因马上就安那放落因的船，拢安那同款，因来跟对了耶稣。为什么因会遮尔紧就做决定呢？咱若是对路加福音来看，其实伊伫当中阁有一寡代志发生，后来彼得较决定讲要来跟对耶稣。所以马太福音其实讲了无真详细，但是虽然因讲到无真详细，但是因犹原讲甲因马上做了即个决定，就代表讲，就亲像咱头拄仔讲的迄个悔改。当因悔改了后，因马上就知影讲，哦，因过去所行的路是毋对的，因过去所行的路是毋对的。即马即位老师来到伫阮当中，因为阮指出迄条道路，较是正确的，较是真理，较是阮应该爱行的路，所以因马上就会当做一个改变，因为因知影因过去所做的是毋对的。这几个人因的回应拢是同款。这4个人因拢马上就放杀了因原本做工课的器具，因来跟对了耶稣。安尼，咱会当讲，因几个人，因这4个人真正是耶稣的门徒班的即个，咱讲叫做模范生啦。就是讲第一批的招生的广告，哦，因这4个人就会放伫迄个名字当中，第一批的即个榜单就对啦。即个榜单，伫遮我要讲到的，就是第3句，耶稣的门徒班应该爱有的这个广告词，就是安那爱马上回应，马上回应，成做天国福音的使者，马上回应，成做天国福音的使者。当因愿意接落来，即个更较重要的使命，回应即个呼召，因的名字就受记录伫历史当中，因的名字就受记录伫历史当中。但是，咱看到这4个人，其实咱要来思考一件代志：这4个人，因回应这个呼召，因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因放了因的做工课这个器具、这个工具，因放了原本因应该拥有的这个物件，安尼因放落来这个代志，因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呢？咱若是有看到伫这个使徒伫因过去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后来咱会当看到，因后来到伫使徒行传当中，因伫当中真做教会当中。伫初代的教会当中，真重要的使徒，因伫当中传扬福音，因伫当中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但是，迄是咱所看会到的，但是咱所看袂到的是啥物呢？是因付出的代价，因付出的代价。使徒彼得后来，咱若是知影，咱有看过一寡考察，讲伊是怎样死的。使徒彼得伊死的时阵，伊是安那？伊是倒钉十字架啦。耶稣是钉十字架，但是彼得讲伊不配钉十字架，所以安那伊就倒饼，嘿，就是耶稣基督是安尼钉的，但是彼得就倒饼。所以
耶稣彼得伊是斗顶十字架安尼死去的。后来呢，安德烈伊是怎样死的呢？伊嘛是顶十字架，但是伊的十字架毋是安尼的十字架，伊的十字架是迄个是安尼嘿，所以伊是安尼顶的，所以伊嘛是共款，伊伫当中顶十字架。使徒雅各，伊是12个使徒当中第一个顺道的使徒。使徒雅各伊伫当中，当伊第一个顺道的时阵，伊心内面敢有计算讲，伊当初放了因的船，伊所付出的代价是安尼嘛？第四个使徒约翰，伊最后虽然伊无顺道，但是后来伊去互政府放逐到伫即个百慕海岛伫当中，就是伊伫当中就写了即个启示录，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册。虽然圣经当中无甲咱讲到这四个使徒因是安怎离开的，但是伫历史当中，咱已经看到因是怎样离开即个世间。因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离开即个世间。因是为着耶稣基督福音，因愿意放了因家己的活命。安尼，咱就爱来问一个问题：若是因一开始就知影，因放了因的梦仔的代价是安尼，因阁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吗？因阁愿意遮尔紧就讲好，我马上就回应，就来军队主嘛？其实这是会当思考的问题。咱嘛爱问咱家己，若是因有计算过即个放落梦仔的代价，安尼咱有计算过吗？我相信可能因一开始可能无一定有真清楚的计算。但是，当因咧军队耶稣的过程当中，因一定有计算过，若是未来耶稣无伫因当中，因会当安怎行？伫圣经当中，其实甲人讲到，耶稣基督当遮个门徒咧军队耶稣即个过程当中，其实因的心内面，因的心态，因的思想是真无。讲不成熟啦，就是讲吼，因阁无亲像耶稣一开始要互因真做迄款安尼，但是伊犹原伫当中咧军队，安尼对咱来讲，咱敢有愿意回应即个呼召呢？虽然军队耶稣的时期对因来讲，因的心态、因的思想，阁无遐尼成熟。但是伫耶稣受钉十字架以后，遮个门徒无一个人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就离开即个呼召。这是真重要的关键。虽然因军队耶稣的迄个时期，因阁毋知影耶稣究竟是要做啥物货，但是当耶稣离开以后，因犹原无离开即个呼召，伊犹原继续组织做伙，继续咧祈祷，继续咧做耶稣爱因做的代志。伫耶稣搁活因显现上天了后，因较搁会当知影讲，原来耶稣互因的使命是偌尼啊重要，所以因就愿意安那，愿意继续。坚持落去，完成因的服侍，完成伫因世间的服侍。各位兄弟姊妹，对咱来讲，咱嘛爱来问咱家己即个问题：咱有计算过军队耶稣的代价啊无？咱有计算过咱军队耶稣，咱会付出什么款的代价无？若是咱有计算，咱抑阁愿意。军队耶稣嘛，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是伫19世纪当中内地会即个宣教师叫做
曹雅直，这个宣教师叫做曹雅直。这个内地会吼，就是这个戴德生，戴德生伊创立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组织，伊就是伫当中，伊为着是要伫中国来宣教，所以戴德生伊就伫当中来创办这个内地会，要伫当中来伫中国来传扬福音，伊就开始安那，戴德生就开始去招募一寡同工，是会当到伫中国加做宣教师的同工。其中有一个人就回应这个呼召，叫做曹雅直，伊的这是中文名啦，伊的英文名叫做 George Stott。伊这个人呢，伊是一个真特别的宣教师，为什么呢？因为安那，因为伊敢若有一支脚，伊是一个身障人士，伊敢若有一支脚尔哦，所以伊敢若有一支脚，但是伊阁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为什么呢？伫当中，伫历史当中，伊伫记载当中有记载了，这个戴德生甲这个曹雅直的对话。这个对话是安尼讲的：这个戴德生就问伊讲，你敢若有一支脚，你为什么想要去中国宣教？这个曹雅直伊的回答是啥物呢？伊的回答讲，因为有2支脚的人无要去啊，所以我就去啦。因为遐2支脚的人吼，拢无想要去，但是我有这个使命，我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所以我就去。戴德生就问了第2句话，伊讲安那？伊讲，若是伫中国宣教的时阵发生这个暴乱，这个暴动，安尼你要怎样得走呢？你敢若有一支脚，你要怎样得走呢？这个曹雅直的回应讲。我毋捌想过讲我要得走，并且我相信，亲像圣经当中所应允的，伫以赛亚书当中所讲的，迄个摆骹的会得到怜悯，迄个摆骹的会得到怜悯。戴德生吼，就受到伊即句话感动，伊就讲好，安尼我差派你去，安尼我差派你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我要分享这个曹雅直伊的故事，我是要甲大家分享，伊敢有计算过这个代价？有，伊有计算过，伊有计算过。若是伊回应这个呼召，若是伊回应这个呼召，但是伫宣教的过程当中，伊遭遇到这个活命的危险的时阵，安尼伊会当怎样来做？伊的心志真坚定。伊的心志真坚定，就是讲我无要逃走，因为我相信我在做上帝的工，上帝会互我得到伊为我备办的奖赏。这就是一个宣教师，伊伫当中，伊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伊心内面所计算的代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嘛伫当中。伊邀请咱成做伊的门徒班的其中的一个，成做伊的军队者。伫当中，咱已经看到，伫这个门徒班当中，这个前辈，咱已经看到因信仰的模范，因会当成做咱的讲学长啦，咱会当去看到讲哦，因过去做了虾米款，因。结局是安那？安尼，咱就爱来思考。就亲像真济补习班会将因补习了吼，考试考真高分的人吼，就安那，因的名字就搭伫即个补习班外口，就遮个榜单吼，甲伊搭出来做广告。咱即马就看到遮个广告啊，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也是讲。咱头拄仔所分享的这个曹雅直，因拢是伫这个补习班当中所打出来的榜单。咱看到这个榜单，咱就爱来思考。当咱看到这历史历代的圣徒的榜单的时阵，咱爱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咱愿意成做其中的一个吗？咱愿意成做其中的一个吗？
当咱已经看到因的模范，咱嘛看到因的结局，安尼咱阁愿意安尼做吗？当然，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毋是为着要互家己会当伫历史当中留名，咱嘛无一定会留名，但是咱确实会当互更较侪的人会当因为咱来明白耶稣，会当因为咱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最后，我阁强调一摆，真做耶稣门徒的呼召。这是会改变咱一生的决定，也是一条袂当回头的路。但是，当咱回应了这个呼召，并且行伫其中的时阵，咱就爱坚持，并且爱勇敢行落去。跟对耶稣，毋是一条简单的路；跟对耶稣，嘛毋是一时冲动所做的决定。跟对耶稣需要计算才会代价，跟对耶稣需要知影讲，咱若跟对伊，咱会当做啥物货？当咱游玩计算了后，咱游玩有即个心志，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参与伫其中，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参与伫其中，真做引带人、带领人明白耶稣得到救恩的迄个人，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听，因为你听这个世界，所以你呼召历史历代真侪这的门徒伫当中。愿意回应你的呼召，跟对你来成做上帝你所录用的器具，来引带真侪人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主啊，求你伫今仔日，你嘛同款，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让阮的心仰望你，让阮的心伫这个时阵，阮就知影。阮一生所行的路是正路，是正确的路，因为阮已经明白你，因为阮已经跟对你。求你搁向阮来启示，互阮知影，阮未来，阮要怎样会当对着你的脚步来行？阮未来，阮会当怎样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引带，会当来带领搁较侪的人来明白你。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主啊，因为阮是你所呼召的门徒，因为阮行伫跟对耶稣的路当中，主啊，求你得着甲阮三个同在，阮感谢学了你，愿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伫咱当中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无好，来，请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咱甲你好，搁甲伊讲，咱做伙来跟对耶稣，咱做伙来跟对耶稣。感谢主，因为上帝听，因为上帝看顾，互咱会当。伫当中领受真美好的恩典，伫咱的活命当中，伫咱的生活当中，经历上帝真侪真美好的恩典。这个时阵，咱就要来到伫主的面前，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因为上帝疼痛，上帝赏赐予咱侪侪恩典，咱嘛愿意用将咱家己对上帝所得到的，会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予上帝。这是上帝所欢喜的，这嘛是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会当同齐来努力的代志。用咱家己所会当做的，包括献上咱的金钱，会当来帮助真侪人，互教会来使用，伫逐项的事工当中，会当来行出上帝美好的旨意。
只是请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来回应咱的上帝，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成做咱的奉献。小山欢喜唱歌，阿乐创造天地耶和华。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着用感谢你伊的门，着用阿乐你伊的意，万国万民感谢来吟诗。全地阿乐伊，阿乐创造天地耶和华，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着用感谢你的梦。着用阿乐你的意，万国万民感谢来吟诗，全地阿乐伊。那小山欢喜唱歌，阿乐创造天地耶和华，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大能的手来引带你行人生的道路，互你经历伊奇妙的大能力，伫一切事上会当靠主的恩典坚定徛立。愿主耶稣基督引带你行伫福音真理的道路上，互你明白上帝国度的奥秘，并且会当按照照着上帝圣洁甲公义，活出得胜的活命。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来充满你的活命，互你得到能力，伫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为主做见证，荣光主的圣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嘛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